安聲起步啦喂。10、9、8、7、6。一起步直路尾有少少意外嘅。誒，除咗有車反咗，唔該包數。邊中間有車反咗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唔該晒。兩架添啊，唔該晒，辛苦晒。咁有啲意外，睇下翻嚟啲名次有冇變啊？喂，好級喎呢段。咁啊，賽前咗半分鐘，暫時名次阿 Sam 希阿志騰馬高啊。Best 係啊，馬高仲係10秒3啊，阿 Sam 都仲有10秒3。咁啊，而家頭車係阿 Sam 咧，就係一架 V8 花嘅 GTR 佬，而家就喺揸翻頭底。二車係阿志啊，雪花肥油嘅雪花，而家揸翻頭底啊。三車騰鴨應該銀色嘅雪花嚟嘅。咁啊，而家頭車係打咗出嚟㗎，三車兩架睇少少嘅啫。騰鴨同阿志爭一隻彎距離，而家揸翻頭底。雪花肥油同埋架銀色嘅雪花，埋到身啦！哎呀，騰鴨過唔到阿志啊！平時兩個操車一齊操嘅。唔該晒陳年，小心睇唔到。冇事。哦，唔該晒陳年 ，thank you。咁啊，賽事仲有1分半鐘，名次啊，阿 Sam、阿志、騰鴨、希馬高，辛苦晒陳年，有啲忙啊。咁啊，而家咧名次就係阿 Sam、阿志、騰鴨、希。咁啊，頭車翻一㗎啦，阿志後面頭車到二樣㗎啦，唔該晒。咁啊，同阿騰鴨有啲意外啊。咁啊，暫時名次阿 Sam、阿志、騰鴨、希馬高。咁啊，頭車阿 Sam 咧就係 V8 花嘅 GTR 而家直路中。二車係阿志嘅雪花肥油嘅 Super。咁啊，三車係騰鴨銀色車黑色頭咁嘅，就喺馬高後邊。馬高後邊嗰架就三車嚟嘅。咁啊，賽事仲有2分20秒，名次啊繼續阿 Sam、阿志騰鴨啊。咁啊，頭車嘅 V8 花 GTR 而家出直路，二車雪花肥油花嘅 Super 而家就快出直路，同頭車距離一條大直路嘅。咁啊，後邊就係騰鴨三車，距離都應該大概一條直路到嘅啫。馬哥後邊嗰架三車嚟嘅，唔該晒。我睇㗎啦，我睇。咁啊，賽事仲有2分45秒，名次繼續阿 Sam、阿志騰鴨。咁啊，頭車嘅阿 Sam V8 花 GTR 佬，係啊，唔該晒馬高，後邊嗰架頭車嚟嘅 ，thank you。咁啊，頭車而家就中㗎啦，二車啊啱啱去到左下角車，頭車轉咗下車，冇問題，繼續跑。咁啊，賽咗3分10秒嘅啫，仲有4分幾5分鐘，繼續阿 Sam、阿志騰鴨。咁啊，頭車 V8 花 GTR 而家頭底。吸咗一下之後咧，同二車距離係縮短咗啲啦，大概3隻彎嘅距離。哇！而家希後邊嗰架二車嚟嘅，唔該晒。咁啊，賽咗3分40秒，名次啊阿 Sam、阿志騰鴨。咁啊，頭車阿 Sam 啦，佢又帶緊而家一條揸打台底嘅，咁啊一段距離一條大直路到啦。咁啊後邊雪花肥油就係阿志二車，三車騰鴨又追到上嚟啦，差唔多去到阿志車尾啦，爭2隻彎嘅距離。咁啊二車紅色車，三車係銀色車黑頭咁嘅。咁啊賽事仲有4分10秒，名次係阿 Sam、阿志騰鴨。咁啊，頭車啊，直路尾入咗隻彎去從中間。咁啊，二車紅色車就係阿志，三車啊銀色車黑頭咁。咁啊，頭車又開始翻一個啦。
咁而家2、3車就爭翻頭仔啊，又追近咗佢哋啊，同攬追到阿志嘅車尾啦。咁啊睇下過唔過到啦。小心啊！場中間又有啲意外，唔該晒阿 B。哎呀，阿志有啲意外俾藤攬過咗啊！呢邊翻嚟應該係藤攬2車㗎啦，係啦冇錯，而家名次有邊？名次就係阿 Sam 藤攬阿志啊。嗱，除咗5分鐘，名次係阿 Sam 藤攬阿志。阿志後面頭車到㗎啦，要讓，拜拜 ，thank you。哇！賽事仲有5分30秒，名次係阿 Sam 藤攬阿志嘅。頭車有 B 黃花嘅 GTR 佬，而家場中間2車藤攬啱啱出直路嘅應該係直路底啦。3車係紅色車嘅阿志。我俾藤攬翻 lift 啦，已經係啊，唔係喎，係啊，已經俾藤攬翻 lift 啦。係啊，而家2車翻3車㗎啦。唔使 sorry， 佢要讓你㗎。咁賽事仲有6分10秒左右，名次阿 Sam 藤攬阿志。而家名次係阿 Sam 藤攬阿志希希嘅，4車同3車距離大概大半個圈。頭車又翻呢2、3車啦，阿志後面頭車到㗎啦，睇下有個位讓啦，開晒。再有分半鐘，名次阿 Sam 藤攬阿志。左下角少少意外，小心，唔該晒 Tandy。頭車係阿 Sam B 黃花嘅 GTR， 後邊2車就係藤攬，但係都已經翻叻咗啦。再後邊就係阿志嚟嘅4車、3車、4車就係希希。賽事到最後50秒，名次係阿 Sam 藤攬阿志希希馬高。好小心啊！仲有最後半分鐘左右啫，3、4車仲有得爭嘅，爭1條直路左右。仲有最後20零秒，名次嘅就係阿 Sam 藤攬阿志希希。3、4車咧就係大概1條大直路嘅距離啊。到最後20秒左右啦，如無意外名次又冇變嘅，除非有啲咩意外發生嘅啫。到最後10零秒，名次係阿 Sam 藤攬阿志希希馬高。各賽預備完成尾圈啦。衝埋尾圈先，衝埋尾圈。賽事完成。最後名次阿 Sam 藤攬阿志啊，恭喜晒！